各位乡亲，新年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2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初一，新正年头祝大家健康佮平安，年年好彩头。接下来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受到风面的影响，明仔载北部、东半部、甲中部的山区会落雨，温度卖降低。初三北部上低温可能降到8度。台南昆新大天府抽出今年的国运签。庙方讲，这是13年来头一季的上签。今仔日正副总统甲上北市长等等，拢去庙林拜拜行春，也拿热清调甲郭台铭奉解脱时媒体选总统来做准备。今仔日是初一，真侪民众拢趁好天出门行春。不过明仔载拜日，初二的时阵，就会有风冰甲寒流会影响台湾。为明仔载透早开始，北部甲东半部，还有中部的山区可能会落雨。各地暗头就会开始愈来愈寒，也若初三北部的上低温可能会降到8度。大年初一透早，台北市南港的一间妈祖宫，规间人是吵。台北市早起日头真炎，不少民众趁好天气出门行春。不过初二开始，就风冰甲寒流影响台湾，要注意气温的变化。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在明天白天到初四这段时间，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一个降雨的状况，甚至在中部山区可能也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下雨的情形。那明天的话，随着白天开始寒流开始逐渐的南下。气温会开始慢慢的下降，那晚上之后的话就会明显的转冷。那明天白天的话，在北部的高温跟今天相比，大致上可能会下降个1-2度左右。为天顶的角度看，国道3号接国道5号的路段车真多。初一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速度上慢只有30公里左右。初二估计会为早时6点塞到下晡4点。国一由梅到新竹，彰化到埔盐。台湾到路竹，国三土城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等等，中道进前也会塞车。西部国道的部分，国一、国三建议是在早上6点之前，或者是在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部分要往南走的民众，建议是在早上5点之前，或者是在下午的5点之后出发。初一的车流量估计是128万车公里。高速公路局也建议民众会使以台6-1快速道路替代国1、国3等方式，避免出门旅游塞伫车路顶。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正月初一的时阵，照旧例，真侪宫庙拢会举办抢头香的活动。疫情了后，今年总算是有顺利开放啊，包括台中的镇南宫、彰化南瑶宫、嘉义的奉天宫，还有云林的福兴宫等等，今年拢有举办。再来参加的信众，人是拢望会当抢到头香，求一个好彩头。子时一到，庙门一开，信众全力向前来抢头香。正月初一，台中大家镇南宫是让2年搁再一次举办抢头香的活动，前3名拢会使得到一尊金妈祖。今年头香的得主邝先生已经是第3届抢第1。这个是第3尊头香啊，我家总共有4尊啊，1尊2香了。疫情的关系，2年无插香啊，所以讲今年插香这老面所真厉害。新区区一边探过庙门，嘉义新港奉天宫同款是恢复中断2年的抢头香。本身是嘉义市消防特殊队员的尤先生是抢到头香，得到一座灰亚的作品。以下希望队员拢会使平平安安。就是我们常常会参加搜救，然后希望大家今年可以在兔年平安喜乐。抢头香抢了这疫情会当安平安，会当安顺利。鸣枪一声，大家是踏出脚步。彰化南庙宫是举办迎头香路跑，分做男女2组，取前3名，也有做行奖，会使得到2000至8888块不等的奖金。较无重大的风险，煞加了创意甲趣味。我是体育生，然后有在做平常在做训练。路跑迎头香，人人都拜头香啊，不会有这个冲撞。也不会有任何危险跌倒。另外，包括台南4点大天后宫、成软桥卡这个插头香、云林西里福兴宫的抢头香，是有10万人来热烈参与。正月初一宫庙迎新年，会使讲是个人有个人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新正有真侪人拢会去庙里拜拜，有的庙会发钱宝，是啥未少民众排队等要领。也
也伫咧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推出今年的国运签，庙方讲这是13年来头一支的上签。台南北门南昆新大天府将月7依照古例抽出国运签，今年国运签签手是唐太宗灵武为娘赏花。内容是有金出境正当时，看看玉兔百花开，那能有着春色到，一霎清洁脱尘埃，象征国运昌隆，民生经济会更较好，是13年来第一支上签。正月、2月、3月都是春天，所以伫今年的春天，慢慢一霎清洁脱尘埃，会当自咱的国家更加好。除了关心国运，大家希望领到钱母，互家己祝福。因为南花铁人3项运动选手已当安起彰化，无严成绩奖，春节准备5000钱母甲5000顶冠军帽啊，互民众排队来领。已经来足侪年啊，但是我知讲咱这孙子讲吼，有这钱母时阵吼，为去年开始就开始来排到今年土年啊。并且三大土地公庙的屏东茶城福安宫、甲南投德山指南宫，初一也拢真侪人要来领钱母。福安宫分早起下晡分散人潮，指南宫是为避免信众群聚疫情焗起来，规期改做快闪发送方式。初一公布，若身份证为2字是11个人，能摕到土年钱母套组。用意就是要互大家拢总会当得到咱土地公做的扶持。今天是春节就是在农历1月1号，所以我们就用春的正末2号11，就是1月就是代表今天是春节1月1号农历1月1号，所以你顺着正末2码有11的都会来领。新正期间，民众拢去表示嘛喜气，无论是国运也是个人的运势，拢祈求规年有好运到位。记者综合报道。张辉是围罗梅，不过中国军方要是直扰乱台湾。国防部讲，张辉透早6点开始，24点钟来就有10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今仔日总统蔡英文去慰勉新政期间留守的官兵甲士兵，希望国军新的一年振奋的准备爱更较十八，嘛互百姓对国军的战力更较有信心。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早起去宪兵总部239里。239营慰勉这的春节连假轮班留守的阿兵哥，嘛肯定因长期保护首都的国防安全。面对新政期间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国防部嘛强调讲，国军战备是无分平常时啊，或者是假日，嘛运用联合侦察系统，持续掌握中国军方的动态，确保台海的安全。总统蔡英文伫咧视察宪兵部队了后，去大东区的各首宫，也有保安宫拜拜发红包。因若互人看作是2024年总统大选人选之一的副总统赖清德，因为初1到初7，全台湾51间宫庙是要行透透，要去遐拜拜分红包。不过这嘛，互外界解读是要替总统大选来做准备。上香。伫立委何志伟等人陪伴向保安宫的主神保圣大帝敬拜，将会初一去视察宪兵部队的总统蔡英文，所来到大东区的各首宫甲保安宫参香发红包。总统今天是代替苏揆来保安宫吗？大东区一样是绿营铁票区，蔡总统受到热烈欢迎。不过媒体好奇蔡总统来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关系袂歹保安宫，苏院长无陪伴，苏院长颠倒是去疫情指挥中心慰问留守的人员。4年来都让大家很多方面的照顾，谢谢大家。互人当作2024总统大位热门人选的副总统赖清德，透早去故乡万里昭陵宫虔诚参香，搁去家人庆安宫参拜。一个到庆安宫，民众大声喊副总统好，人缘真好。赖清德伫阿舅庆安宫主位东影，将家人市长林佑昌等人陪伴，向主神妈祖参香。赖清德致辞时阵讲，未来工作除了强化国防，嘛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了后呢，爱全民有影，这个就是赖清德讲，伊带接民进党主席的职务，未来要带全体党员守护台湾，促进台湾的民主和平甲繁荣。赖清德为将会初1至初7，走遍全台湾51座宫庙参香发红包，也互外界解读是为总统大选热心备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是去庙埕拜拜，原地有风声讲，伊会伫咧邦桥、朱慧宫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
结果2个人煞是拄好相闪身去。因那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下晡时去南口拜拜，有人甲问讲侯友宜是安怎无做伙去咧？伊讲伊的行程是真济，毋免安尼赶来赶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向棒球组会长的主席马祖敬拜，正月初一，新北市长侯友宜强庙走透透，伊被看做是拿赢争取控制处总统大会热门人选，甲同款被看做参选控制处大会热门人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风向2人一直交见面，结果2人煞卡苗避开，王不见王。因为公也是郭董很重要，从小一起在这个地方生长长大的一个宗教信仰的力量，我们都用一个感恩的心，努力为国家、为人民来好好做事情。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下晡也到主会宫来拜拜，互外界有一种维持控制数年提前布局的感觉。侯友宜讲，愈来愈侪人来拜拜是非常好的代志。大家拢会当赚大钱，大赚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早起是伫台北市长蒋万安陪伴之下到龙山寺拜拜，不过伊下晡到南口的公庙拜拜时阵，侯友宜无陪伴。朱立伦表示，侯友宜行程真济，免麻烦伊赶来赶去。我每一年都到竹林山寺。那侯市长昨天我有跟他通电话，我们互道新年恭喜，也聊了一下。那今天也不麻烦他。其实今天最主要走访公庙就是祝福大家，祈求新的一年能够事事无灾，大家平平安安。因为2人合体，蒋万安展现真悬真气，媒体咧问是毋是游戏来带动自控制处总统大选的人气？蒋万安回应：正月初一来拜拜，都是祈求新的一年，大家平平安安过好年，也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国际消息，伫南半球的澳洲，即马当时热人，海墘仔称在有人来遮耍水。不过，澳洲的雪梨一个海墘仔，日伊所传出有鲨鱼攻击的事件，尾也是造成一只海猪死亡。目前，这个海沙堡啊是已经暂时封起来，因为原本要举办出演的活动，即嘛宣布取消。互2只牛鲨港攻击了后的海猪仔受重伤，伫海沙堡外伫受，互相关人员赶上花救治，不过伤势相当也是救无转来。海沙堡也宣布紧急关起来。Kind of figured, yep. Glad that they're dealing with it, so maybe we don't get eaten by a shark on our swim. But oh yeah, I'm not going swimming if they're bull sharks. 这件鲨鱼攻击海底的事件发生伫澳洲当地时间2日，伫雪梨北边的曼利海沙堡。现场看到的人是讲，至少2只3公尺长的牛鲨港攻击一只海猪仔。新闻是讲，医疗人员事后发现，这只海猪仔下尾的真侪所在有伤口，伤势相当，到尾也是互安乐死。It did have some shark activity involved in it, so we're not sure whether it was ill and died of natural causes or whether it was attacked and died of those injuries. 鲨鱼攻击事件发生了后，本来要伫曼利海沙堡举行的冲泳比赛，也甲男女铁人耐力比赛拢紧急取消。曼利甲雪莉海沙堡也宣布关起来。新南威尔斯当地的救援组织也持续透过无人机来监控海域附近的鲨鱼活动。破病也是较南新的海猪仔，定定是鲨鱼攻击的目标。好在在这个事件无造成人员伤亡。雪梨进前60年，敢若2个人因为鲨鱼攻击死亡。最后一届是2022年2月，一个英国籍的查甫人伫雪梨东部海岸去互大白鲨攻击死亡。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咱来看有关太空的消息。中国探索月球的工程内底玉兔2号，日伊为月球甲上新的影片传转来地球。即嘛，中国探索月球的技术是哪来哪发展，其他国家嘛拢真注意。美国 NASA 署长就捌警告，中国若是大声一步登陆月球，可能会小想要控制遐的资源，互月球变作是中国的地盘。乌白相片看起来点点拢无人。旧历兔年，中国探月工程当中，2018年发射玉兔2号月球车，日伊传回上新的地貌影像。用自己的导航相机获得了前方的位置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地形的恢复和分析，才能决定它往哪走。它有20到30度爬坡能力，月亮的土壤比较松散，不会因这种极端的状况去行走的。
国球代表的影像看得真清楚，中国航天局指出，会针对影像资讯对玉兔2号各一摆下达新的任务，来得到更加侪科学数据，同时也继续推进探月工程。中国一直就太空梦，其他国家唔敢放轻松。美国 NASA 所长尼尔森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真侪摆强调美中电月竞赛愈来愈厉害，那中国抢先电月，北京当局有可能用科技名义，是要控制月球资源丰富地区，将美国排除，甚至有可能互月球加做中国地盘。Golden age of space exploration. So much to look forward to in 23. 第2021年的点点滴滴，美国 NASA 伫1月初发布2023年度展望，佮指出未来抑个卫星航空，抑个继续推动阿提米斯2号点计划，暗示美国的航空甲太空领域发展，拢有佮较侪可能性。Now we're going to reach out to the unreachable stars. 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国内新冠疫情是持续转好，日新增加18871个本土病例，因本土病例是比顶礼拜减10%。台北入境的是增加316例，死亡个案有27例。昨天上升3%，今天下降10%。那大致上大概就是可能在波谷这边在持续的在盘整。春节期间，依照其他国家还有我们国人以前的春节期间的一个就诊的习性，他们是比较不太希望在大年初几的时候出来就医啦。依照以前的这个就业习惯，应该是有可能下降。结束春节的在下一周那疫情就有可能再上升。指挥中心公布1月20，中国旅客入境来台湾阳性的比率，为松山机场甲桃园机场入境的2076个人内底，有72个人是阳性，阳性率是3.5%。今麦春节小三通入境，阳性率是2.8%。指挥中心预估，在新增的期间，本土确诊个案数量会持续降低，因若春节连假了后，才会阁行起来。接下咱来关心国道一个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头屋到造桥的路段，初一透早4点外发生客运弄轿车，造成火烧的事故，有2个人走袂离，转不幸死亡。国道警方初步的调查是头前有一只轿车的驾驶伊食酒塞车，弄到护栏了后，车全的拍瘫痪，后壁的轿车甲客运才会袂赴打动啊。高速公路顶火甲火氛正大，伫透早4点外，国道1号上北127.3公里，就是头屋到造桥路段发生严重连环对撞车祸，一台载21个乘客的通联客运弄到头前的事故车，结果客运司机甲小客车女乘客因为走袂赴煞小事，还佫有9个人受伤，国道专线把紧急封起来。大客车的位置，它已经整台车全面燃烧。大客车前面还连着一台自小客车，内侧车道被撞一台，中间车道也有一台。这件事故拢总6台车受影响，警方初步调查是第一台轿车女驾驶因为啉酒塞车，家己弄护栏，才会致使后壁自用小客车甲通联客运挡袂住，才弄做对。详细车祸原因甲经过也有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前面有一台挡的轿车，我已经有刹住了，我想要后退，我。旁边呢，后面有车子，就来不及了。将会初一天气好天，出外车真多。屏东枋寮警分局嘛超前部署，早起开始就伫台一线路南往垦丁台东的方向放路中，提早实施路南调半车道。南下已经出现了2200辆车次，预估车流最高峰会出现在早上10点到14点的时候。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疫情的管制有较放冷，有不少民众拢出门佚佗。但才开放无偌久的南环公路，即嘛开始出现车阵，警方呼吁民众驶车都要注意安全。另外，南环山区的天龙吊桥，因为天龙古道有崩塌的情形，即嘛海端乡公所按算2月初1会甲天龙吊桥封起来做维修，呼吁游客到时暂时先莫入去。台东县伫上乡大埔地甲博朗大道这风景区陆续出现春节假期到华东旅游的观光人阵。关山分局这几天拢有环境伫风景区发送交通速度路网的小红包。
红包内印制春节行车指南，还有警察局及交通队的 QR 码，便利民众扫码上网查询。另外，提醒游客，伫南回山区有一条活跃8年的天龙古道甲天龙吊桥，因为吊桥受损，逢8年整修。去年11月才重新开放。毋过海端乡公所阁发现天龙古道有崩塌的情形，目前古道是已经封起来，游客袂当过。过年后2月7日会阁封天龙吊桥，才当顺利进行古道维修。天龙桥虽然是已经通桥，但是在考量它的上边坡的天龙古道，严重的崩塌，所以我们会在2月1号能够开工。那会造成很多游客的不方便，所以也希望请他们能够体谅。关山分局一定将月初2了后，南回公路人甲车会真济，特别呼吁驾驶人，南回公路沿线道路正会爱注意路况，唔通因为看光景无细致落落路边的水沟啊。记者综合报道。本来到年节啊，高饼的店头都无用试试。台北龙山市附近有一间70年的老饼店，头家除了法国胶做，阁有用红菇、芹仔甲红叶做的菇芹圆。为发价底部啊，到吹起来，街头巷尾大概是拢学落价，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时间一个到，路门拍好开，小火火的法柜就吹好啊！这间我龙山市有70档历史的老饼店，已经传来到第2代。见摆若过年，都有才袂煞的订单。头家表示，年仔这除了法柜，真侪人嘛会来买菇芹圆，求一份喜气。除夕进前吼，大家买的物件就拢买一寡甜粿、发粿、吼，啊个菇芹圆来拜拜。因为过年吼，除夕时吼，有人会拜天公。拜天公的话，咱讲菇来讲吼，就代表健康长寿。红叶吼代表圆满，芹仔吼是代表财富，发粿是代表发财。手工制作的糕仔饼要好食，上大的秘诀就是用糯米经过3摆的发酵，片起来唔但有香气，食起来嘛真杂甜，而且为着符合现代人的口味，糕仔饼内底的鸭全部减糖30%。不过买手发起来过程有真侪需要注意的所在，一个袂拄好就规组去了。你头前做好了吼，你后壁的迄个发的时间要抓好，发的时间你若抓无好了吼，你若讲无够发，伊会伤长。你若发过头的话，伊变做讲伊会扭去。热天伊的时间爱较短，因为热天较热。你若寒天伊发的时间爱较久。所以讲伊发的做款功夫来讲吼，你若讲要训练吼，可能5年10年才训练得起来。伊有弄好了，规个落去。袂使伤深无。伊咧拍红的吼，顶头甲下骹会掺一寡油糖。店后的家庭工厂，一边咧做发粿，一边咧拍红皮做菇芹圆。所有的糕仔饼伫同一个时间小连续做。头家讲，当初时兄弟仔甲爸母留落来，手尾店头摕起来，对外行做甲变内行，为的就是甲这份家团的香味传落去。老店同重要就是讲传承，把这物件做好了，让互旧的人客。新的人客拢会当接受。对饼店头家来讲，店口排规排的糕仔饼，包的是一份对文化、对技术的期待。手工老店的香味，伫年节时阵更较互人笑脸。记者麦上英曾准佑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为下暗到明仔载透早有方面通过，除了东半部会落短暂阵雨，台中以北嘛有可能会落沙沙雨。日时啊，遮方便的北部甲东半部雨水会愈来愈高。明仔载寒流的落南，温度嘛会降低，各地头的低温差不多是16度至19度。也若北部甲东北部高温干那20度左右，愈暗是愈冷。天气高变化，各位乡亲都要加注意。咱再回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今仔日是初一，祝福大家平安顺遂、自在欢喜心。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